接着是另一种较难题型音档题，我们便要仔细聆听，因为音档题是没有文字，也没有参考图片，只有语音的选项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听得更仔细，因为题目一样是播放2遍，所以我们一样用2次听法。第一遍先听主要的问题和选项内容，听第2遍的时候，记得要去听对话中的关键词来对照答案。我们就用这样的策略来解题，一起试试看哦。買車票就買好咧，佢掠下長講唔想出去了。你先去車頭處理票嘅事情，怎來做打算？請問什麼樣險機去車頭做乜嘅？1. 趕火車 2. 打票 3. 退票。我们听第1遍时，最重要的是把问题和选项听清楚。这里的问题问的是請問什麼險機去車頭做乜嘅？這個女孩叫男孩去車站做什麼？選項有1. 趕火車 2. 打票 3. 退票。听第2遍时，记得去对话中找关键词。買車票就買好咧，佢掠下長講唔想出去了。男生手上有票，但是有人說唔想出去了，不想出去玩。什麼因？女生請他先去車頭車站處理票的事情。對照我們的選項有1. 趕火車 2. 打票 3. 退票。所以我們的答案是3. 退票，去車頭退票。